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铺破乌铺第7条。铺就是水分出来、水流出来、水雾出来，咱讲水滚甲铺出来啊。另外，若是泡雾出来，咱讲铺泡。铺嘛当讲是泉水，或者是喷粉出来，像咱讲铺蠓仔水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铺第8条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铺泡，这个意思就是雾泡出来。第二个词读做旱铺，代表整整灌水的形。咱常常拢会贴咧做伙讲，讲做是旱铺旱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块位啊，当日咧铺蠓仔水消毒，阿明可能对蠓仔水小可过敏，过敏看起来旱铺旱铺。今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铺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铺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